界，修道所断的我慢。这个我慢呢，其实也就是我执。而这个我执呢，分为两部分，一个叫分别我执，一个叫俱生我执。分别我执是在出果的时候就断了，那个叫见道所断的部分。那现在呢，这个三果圣人，他等于剩余的就是修道所断的我执。那这部分断的话呢，变成它包括三界的贪爱，也就完全断而证阿罗汉所以这个就是修断我慢那个意思。那么由此断故，说明无学离三界欲，上下贪断，以得安隐。因为修道所断的我慢断除的缘故那我们就以此来宣说，来建立，这个就是什么？无学圣道，并且呢，在无学圣道当中，是离三界的贪爱，包括下贪，包括上贪都永断，并且呢是全面性的安隐，下贪也安隐，上贪也安隐三界的一切烦恼都安隐。一切苦因皆舍离故，证得一切众苦边际。那么一切的苦因就是烦恼嘛，烦恼就是苦因。等烦恼都断除之后皆舍离之后，苦因没有了那当然未来的苦果也就不生。也就是说呢，现在的烦恼断了那未来呢，未来这个取运就不生那么这个就是证得什么？众苦边际。也就是说呢，这个阿罗汉他的所有的苦到此为止，这个叫边际。也就是说到他什么？到他的这一期生命结束就没有了要说有苦呢，只剩下现在的果报当它还存在的时候，或许呢也会有一些苦可是这个苦呢并不妨碍它比如说呢，也可能有病，对不对像阿罗汉也有这个问题生有病，或者像年纪大老也有一些不方便。就这个仅剩余的五蕴身还在的时候会有苦，可是生命结束之后呢，现在的五取蕴灭了当然也不能讲五取蕴因为它的五蕴是一个清净的五蕴。这个五蕴灭了，下一个五蕴不生所以这个苦呢就到此为止这个叫得众苦边际。那么是故如是故言所以有以上所说的道理那么因此这个佛才讲第四个偈颂，就是修习于无相，坏慢及随眠，由于慢现观，当证苦边际。这个修习于无相就是刚刚讲的修无相定。那么修无相定呢，能够破坏我慢，就是修道所断的我慢俱生我执所引发的这个我慢，就是要断俱生我执，那这个我慢呢也就断。以及什么？随眠，就是包括一切烦恼的种子，包括三界贪爱的种子。那么由于在这个我慢当中成就现观，这个不是现观我慢，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呢成就呢阿罗汉的圣道，这个叫现观就是刚刚讲的嘛
就是证得什么阿罗汉的圣道因为无相定的缘故所有的烦恼断。那么这个烦恼断呢就等于不障碍他现观阿罗汉所证的这个我空的真如这个叫现观那么当然得了现观的时候呢，我慢就能够断所以说呢，于慢成就现观，就是你要把慢去除，才能够证得现观。或者说呢，证得现观的时候呢，就是把慢断了。那么最终呢，烦恼灭烦恼是苦因，那么苦因没有了，苦果也就没有所以说当证得苦边际。有空法师主讲送入道清经，同路发音，时间拜三按17点，地点东京2日港等，电话控诉230226，230226，欢迎三宝地主听闻正法，增加团体经济，我们祝福。大珠山能力菩萨道场，有空法师听受八关讲教，日期1月17，地点新北高工，地址新北市同城区合府路1段241号，网电话0971-8971-8971-8971-8971-8971，活动时间上午8点以前，我们祝福。大珠山能力菩萨道场举办慈善活动以及拜忏，日期1月14，地点中国国港场，时间上午8点半至下午5点。我们电话891-8971-8971-53-5326-53-5326，控诉2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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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看这个解释，又即于此多修习故者就是上一段上一页呢最后一行说的那个此谓有学观察无我无漏之相，于此修习我永断我慢。这个多修习多修习什么呢？就是这个三果有学位的圣人他不断的观察无我无漏这样的观行，也就是说呢他要证阿罗汉圣道因此呢他就依据阿罗汉所证得的圣道，就是无我无漏以此呢来观察。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要断烦恼呢当然他本身是三果圣人，那三果圣人呢他要证得四果的时候，刚刚讲就是修无相定。那修无相定呢，当然无相定就是无相界，就是涅槃界，那个是阿罗汉一切烦恼断的境界，也就是什么无我无漏这个无我呢，就是我执永断的这个关系嘛，对不对就是阿罗汉他不断他不但呢是分别我执断
俱生我执也断，这样的无我呢，是究竟的，所以这个叫无我之想。那无漏之想呢，就是阿罗汉他呢所有的烦恼皆灭了，这个叫无漏之想。因此呢，有学他要成就无学的时候，一样就是修无我观，还要观无我，还要观呢一切这个烦恼断，这种涅槃界的境界这样子，那以此来修习，最终就能够永断我慢。那么摄事分说，于见道中记住无漏无我想矣。于上修道，有